已經有好長一段時間冇嚟過呢個 Plaza 啦。呢個 Plaza 嘅現在嘅伊之班嘅前身就係大圍啦。各位網友大家好啊，歡迎大家又再打開我追風一族嘅頻道。如果想知道現在嘅伊之班入邊有乜嘢日式嘅美食，咁大家就跟隨我嘅視頻一齊入去睇下啦。今日天氣預報都講明係好密雨㗎，你睇下門口啲車都唔少㗎，全部圍繞呢個餐館。入到嚟呢度有張好醒目個海報，原來佢有3間分店，一間喺 Newmarket， 一間喺 Young， 然之後呢一間就係喺 Markham 啦。現在我進入呢一間就係 Markham， 未見到餐館入邊嘅廳面情況，已經俾佢入邊啲碗碗碟碟乒乒乓乓所吸引啊！原來入邊已經好多人坐喺度就餐啦。我哋當時 book 咗係晚上6點30分。廳面簡單設計嘅裝修，但係都好有日式感。其實好多時喺多倫多啲餐館，佢哋裝修都比較簡單啲，尤其是新派嗰啲餐館，除咗係好傳統嘅粵式餐館會裝修得比較豪華同埋隆重，簡簡單單普普通通嘅日式碗筷套裝。沒有什麼花巧嘅碗碗碟碟啊，同埋 logo， 不過啲餐具全部都係塑膠㗎。帶大家睇下佢呢啲任點任食可以隨意自己攞嘅，就係湯啦，酸辣湯同埋其他嘅雲吞湯。蔬菜沙律又係任攞嘅，但係壽司就一定要 order 啦，因為佢要人包㗎嘛，所以呢一 part 就係全部都係自己拎嘅，自己攞嘅當然唔少得就係雪糕，不過款式得4款，少少嘅甜品已經有好多款啦，有啲紅豆可以自己加上去，有啲佢自己配埋上去，基本上係 Yuga 做甜品嘅底盤，自己鍾意乜嘢就加咩材料上去，有朱古力粉啦。蛋糕仔細細件都幾好。如果俾我現在對比及以前同一地點不過唔同嘅餐館名，以前呢間店嘅名叫大和壽司，當時我都有嚟食，又係任點任食。當時啊應該係品種比較少啊，依家真係超多品種，諗得到都佢會諗得到，你諗唔到佢都會諗得到。所以都係重複嗰一句啊，喺多倫多生活嘅人真係有口福。如果睇開我嘅視頻，我已經喺美食視頻都講過呢一句説話，講過好多好多次啦。美食當然都係食指大動啦，不過真係如果食呢啲任點任食或者自助餐，一定要慢慢食，呢啲都係網絡教落嚟嘅攻略。自從知道呢個竅門食自助餐嘅攻略之後，我個人試過好多次，原來係 work 嘅。一定要慢慢食，唔能夠太急食。同埋仲有汽水啊，其實如果你想食多啲，最好就少飲汽水，因為汽水真係好飽胃㗎。一下子食嗰啲汽水落去呢，你就變咗其他食物你係食唔落㗎。自從去完日本返嚟啊，對日本餐念念不忘，所以我哋今晚都係選擇日本餐，好讓個人口味嚟對比。食下食下，陸陸續續已經好多人入嚟啦，基本上係全部坐滿，不過門口冇人排隊，同埋好多顧客圍住個涼菜嚟慢慢揀。視頻到而家為止已經食到一半啦，但係感覺啲味道非常之好，好新鮮，樣樣都最鍾意佢啲壽司呢，飯團細細嚿，樣樣都細細件，幾好啊！可以食多啲品種又唔使浪費。無意中俾我睇到 menu 呢度有燉蛋，所以嗱嗱聲 order 一個對比下喺日本食嘅燉蛋。其實呢度嘅燉蛋真係好靚好滑，
同埋佢放咗塊香葉落去。然之後喺日本嗰啲燉蛋呢，好多材料㗎。不過唔緊要，去到不同嘅地方食到不同嘅美食，有不同嘅對比，有不同嘅回味。有個實拍啊，其實現在係唱緊生日歌，有人今晚生日，但係因為個音樂同埋佢個版權問題，所以唔能夠錄俾大家聽下。如果有興趣個網友可以嚟呢度，或者有意外嘅收穫。佢個生日歌嘅氣氛非常之有活力。原來今晚顧客生日嘅人士都唔少㗎，同埋好鍾意佢呢一首生日歌，佢選得幾好啊！有種活力啦，有種開心啦，同響亮清晰。唔錯，個氣氛搞得幾好，戥人哋高興完，我哋繼續享受我哋嘅晚餐。不過都差唔多到尾聲㗎啦，我哋已經開始食甜品。甜品都有好多品種啊，有炸香蕉、雪糕同埋酸奶。剛才我都 show 咗俾大家睇咗啦，酸奶佢有好多配料配上去，有水果啦，西瓜唔錯。我哋先攞幾嚿試下佢味道如何，甜唔甜先。見佢哋餐館嘅生日氣氛搞得咁好，我哋都忍唔住同企台姐姐仔講，我哋今晚有人生日。其實我哋個目標就係希望大家開開心心啦。既然個氣氛搞得咁好，最主要係個個都身體健康啦，同埋心想事成，世界和平啊！呢個好重要啊！攞咗個細細個 cake 上嚟，然之後有個生日蠟燭啦，有唱歌啦，現場嘅氣氛真係搞得好好啊！一下子真係唔能夠用咩語言嚟形容。原來都有少少禮物送啊，都係個心意嚟㗎啦，個鎖匙扣嚟㗎。但係佢會變色㗎，透明㗎，咩顏色都有幾乎啊！啊，幾得意，心思做得好細緻。又有蛋糕仔送啦，然之後又有咁多人同你慶祝，真係個氣氛同埋個氛圍搞得非常之開心。又要埋單啦！今晚我哋一共8個人嚟食飯，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張單下低有3個價錢嘅小費任你參考，一個係12%啦，一個係15%，另一個就係20%。OK， 今晚我哋伊之班壽司晚餐任點任食就到呢度結束。希望大家繼續 follow 我個視頻，多謝大家收睇，拜。